来到新闻的现场来看到，真侪人即阵开始要传过年的围炉菜。市面上海产即阵起真侪，宜兰县苏澳区的渔会就特别杀犹太新正年海产礼盒。咱看到这是白抢在内，拢总8项食材，讲上届青阁袂贵，算算的差不多3000块就买会到。去年杀1500组，无到一天的时间，随互人注文了了。今年主办单位加压到2000组，嘛希望互消费者和讨海人会当一面抹壁双面光。 规鼎的海产，互人看到脆软脆脆的，虾仔汤真济，食一喙真正是好食，甲互人会得志。哦，上甜，这拢无蓝味素，你啊直接喝汤，你看看，多鲜甜。换一个所在，服务员接电话，手拢唔捌停过，民众拢是卡来买海产礼盒的。请问什么事情吗？要买那个超澎湃的礼盒。 原来宜兰的南方澳海产真有名，渔会去年杀海产礼盒1500组出来，21点钟内就红扫完。今年就加500盒，杀2000盒出来，即马唔免用原价，用优惠的价销就当甲礼盒炸转去。像讲按一斤礼盒原价2600，干那卖2300，礼盒内底有8种海产，实在是真会好。像讲白抢北海道干贝、花卉鱼片、豆豉虾不辣、软丝拿蒜虾变雪鱼，宜兰大溪樱花虾啊，按照目前的行情超过3000块，佮有宜兰有名的海产白白花卉鱼片礼盒，原价72，今马600块就当买回去，这个杀出来2点钟内就红订完。咱赚钱，你看这个虾啊，有青无青哦，看这就知啊。用到咱的鱼叶安尼，哦，莫讲咱的鱼叶，你安尼纯轮落去哦，安尼轮好，哦，我会当咧用心经营。渔会这么骨力推销海产礼盒，就是希望会当互消费者，甲过年爱用到的海产食材做一届拢买好，那为消费者省钱，嘛为当地带来商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